舊約以賽亞書第11章，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，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。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，謀略和能力的靈，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。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，行審判不憑眼見，斷是非也不憑耳聞，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，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，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，以嘴裏的氣殺戮惡人。公義必當他的腰帶，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。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，豹子與山羊羔同臥，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。小孩子要牽引他們，牛必與熊同食，牛犢必與小熊同臥。獅子必吃草，與牛一樣。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鹽蛇的洞口，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。在我聖山的遍處，這一切都不傷人，不害人，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，好像水充滿洋河一般。到那日，耶西的根立着萬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尋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。當那日，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餘剩的，就是在亞述、埃及、巴士羅、古實、以蘭、示拿、哈馬並眾海島所剩下的。他必向列國豎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趕散的人，又從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大人。以法蓮的嫉妒就必消散，擾害猶大的必被剪除。以法蓮必不嫉妒猶大，猶大也不擾害以法蓮。他們要向西飛，撲在非利士人的肩頭上，一同擄掠東方人，伸手按住以東和摩押。亞捫人也必順服他們。耶和華必使埃及海叉枯乾，掄手用暴熱的風使大河分為7條，令人過去不致濕腳。為主餘剩的百姓，就是從